台北马街病院传出讲，病院要求所有医护人员都要用年假来接受急救的训练哦。工会是认为讲，这违反劳基法，已经向台北市的劳动局来检举咯，嘛要求针对马街病院来做劳检。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顶日接到会员的反映。马街病院要求所有的院内医护人员需要接受先进高级心脏救命术，叫做 ACLS 训练。不过受训期间无被互因公假，也个向要求要牺牲年假来上课，明显违反劳基法。今天医院的做法是要求，就是说员工还必须要请自己的特休，然后来修这样子的课。那其实也没有额外的补偿的话，我想其实虽然会寄人篱下，然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但其实心里的感受会是很不好的啦。工会指出，急救训练对临床工作非常的重要。医师评鉴也规定，医师需要接受训练，搁每3年要上课换照。不过，注意医师适用劳基法，年假属于特别休假，应该按照劳工的意愿来休假。马街病院强制医师以年假方式上课，当年至少会当省100万的成本，会当讲是医疗帮害的一大帮凶。住院医师的日薪来算好了，这样每个人算起来大概是2500。然后马街里面呢，大概有200位医师，算起来马街3年就是让这些医师们要换1次照，这样子是100万元的成本。工会表示，顶日已经向北市劳动局提出检举，要求对马街病院进行劳动检查，佮针对违法行为佮违法行为处上悬罚款100万。对此，马街病院发声明强调，专业医师到职了后，都会放因比劳基法较好的14天特休假，所以才无另外互因公假上课。也毋过会阁进行内部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